大家好，我係各位。政府喺2月21號星期六公布咗大埔宏福苑長遠居住安排嘅方案，一如預期呢，亦都係多項嘅選擇俾一啲居民去選購單位嘅。譬如話，政府用現金嘅方式向業主收購翻嗰個單位嘅業權啦。咁啊，另外提供咗一個嘅樓換樓嘅方式，一個換樓券，可以去選購翻呢個居屋2025同埋綠置居2025嘅單位，仲有房協兩個嘅項目嘅單位嘅。仲有啦，政府亦都公布咗呢，亦都係可以俾宏福苑嘅居民呢有一個綠表嘅資格，咁啊可以喺2年嘅有效期裏邊呢去選購一啲未補價嘅單位嘅，咁啊方方面面嘅措施都有提供到。嗱，公布咗呢個方案之後呢，亦都社會上都好多討論嘅，亦都收到好多嘅一啲嘅住戶啦，或者市民都嘅意見同埋一啲嘅查詢嘅，特別都關注到呢，今次呢個樓換樓當中呢，亦都係可以優先去選購一啲居屋同埋綠置居嘅單位嘅，咁啊擔心到啦，如果係嘅話呢，會唔會將一啲比較大啲面積嘅單位咧，全部都會掃走晒，揀唔到一啲嘅大單位，得翻啲細單位去選擇嘅情況呢？咁樣，咁啊呢個嘅擔心係咪成立得到？咁啊今日嘗試下同大家去分析下當中嘅情況先嘅。嗱，想先講下一啲關於係宏福苑方面呢，一啲居民嘅一啲購買單位嘅意向先。咁啊，政府亦都做咗相關一啲嘅調查嘅，咁啊，亦都有幾個嘅選項俾一啲居民去選擇。特別有個升嘅位置呢，亦都講到啦。咁啊，1182戶，即係7座嘅大廈嘅住戶當中呢，咁啊有一個嘅即係多項選擇嘅一個意向嚟嘅，就唔係得一個嘅選項嚟嘅。嗱，其中呢啲呢，咁亦都係比較明顯見到啦。咁有啲嘅屋苑呢都好受歡迎嘅，包括咗呢個嘅啟陽苑方面呢，有853戶呢都表示有興趣去選購。另外呢個嘅居屋綠置居嘅盛智苑呢，就有603戶，兩個呢屬於係市區嘅地段嚟嘅。跟住落嚟呢，就有3個嘅建議嘅選址啦，屬於係大埔區裏邊嘅。如果係屬於廣福公園嘅選址嘅話呢，咁有484戶到。跟住嘅大埔嘅宏福苑嘅原址方面呢，就有431戶。跟住落嚟呢，就係呢個大埔嘅眾雅西呢個嘅本身係屬於一個公屋綠置居嘅一個項目嘅話，有253戶呢都表示有興趣去選購嘅。其餘嘅4個屬於居屋2025嘅屋苑，咁啊映輝苑、匯禧苑、裕豐苑同埋朗豐苑，咁啊每個屋苑咧都唔超過200戶咧有興趣去選購嘅單位嘅。咁啊明顯見到咧就屬於係市區嘅2個屋苑咧都相當之受歡迎嘅。嗱，根據翻呢個嘅意向嘅話咧，相信政府都有啲嘅調整咗嗰個嘅即係比例嘅情況。咁啊，就住呢個嘅安置方案當中咧，咁啊設立一個叫做特設銷售計劃。咁啊，包括咗房委會有大概係6個嘅居屋屋苑同埋綠置居嘅屋苑啦。再加上咧，將頭先所講嘅眾雅路西個嘅即係本身係公屋綠置居嘅一個屋苑咧，轉做居屋嘅項目嚟嘅。咁啊，提供1500個嘅單位，再加埋有2個嘅房協嘅項目，包括咗呢個百和路嘅項目，同埋呢個嘅安達臣嘅項目等等，咁啊400伙，總共咧就3900個嘅。咁啊，留意翻啦，特別可能想講多少少房協方面先嘅。咁啊，房協咧今次咧就採取咗呢個嘅百和路部分嘅單位同埋安達臣嘅單位嘅，就見唔到咧嚟緊呢個比較受歡迎嘅2B1號嘅地盤咧，大家都好矚目嘅。咁啊，都等緊佢進行呢個申請嘅。咁啊，今次就冇將呢個嘅即係啟德嘅2B1號地盤咧納入到當中裏邊啦噃。咁啊，講到呢個嘅分配方面嘅話咧，相信都係因應翻嗰個嘅即係意向嘅情況嚟。譬如話啟陽苑方面嘅話咧，就要會撥出750個嘅單位，咁啊俾一啲嘅宏福苑居民去選購。咁啊，同翻呢個嘅即係比例都相近啦。咁當然就冇咁多800幾個，就少一啲。另外啦，呢個盛智苑方面嘅話咧，就有610個就選取出嚟，同翻呢個意向咧都相若嘅噃。跟住咧，咁啊其他啦，咁啊呢個嘅映輝苑就220個，咁啊其餘嘅匯禧、裕豐同埋朗豐咧各自140個。
值得一提嘅話呢，呢個有一個嘅新嘅建議啦，就係呢個嘅頌雅路西當中呢，咁啊會提供1500個單位資源。嗱，分咗做2期嘅，第一期就900個，咁啊會早少少，就喺29年入伙。另外第二期咧就600個咧，就會喺呢個嘅2023年就入伙。嗱，除咗呢個嘅即係轉做出售之外咧，亦都政府不如就轉埋嗰個嘅圖則咯噃，將個圖則咧就全部都變成咗實用面積400幾尺嘅單位。冇記錯，局長好似講過咧，都係450幾或者480幾尺嘅面積等等，同翻宏福苑而家嘅一啲單位嘅面積都係相若嘅。做呢個嘅調查，相信呢，我記得應該就係未有提及到啦。政府嗰個即係改成咗呢個頌雅路西嗰個嘅面積去到400幾尺嗰個嘅信息嘅情況，會唔會因為咗即係政府都有即係擴大翻單位嘅面積嘅話，咁啊全部都係一啲大單位嘅話呢，會唔會吸引多啲嘅一啲宏福苑居民買翻呢啲嘅單位可以原區安置呢？我相信機會都會有嘅，咁亦都會比較多啲嘅居民呢，可能就會選購翻呢個頌雅路西嘅選址都未定嘅。咁啊，呢個嘅當中嘅話呢，咁我自己一個嘅即係留意到啦。咁啊，政府喺最近立法會方面呢，有個回應嘅。咁啊，講到呢個嘅特設銷售計劃，咁好多嘅一啲網友啦，或者一啲嘅市民都同我都有即係講到一啲嘅睇法同埋擔心。如果咁按住呢個咁樣分配嘅話，特別係啟陽苑有700幾個就撥出嚟嘅話，即係話呢2房嘅單位啊，甚至乎1房單位都冇機會揀㗎啦噃，咁樣甚至乎一啲嘅家有長者同埋初生想揀啲大單位都冇機會嘅。咁呢個結論係咪會成立得到呢？我覺得就都係言之尚早嘅。點解咁講呢？咁啊，當時喺立法會一個特別嘅會議上邊呢，局長嘅説法就咁樣嘅。佢話特設嘅銷售計劃裏邊呢，就會係方方面面嘅單位都會有涵蓋在內，即係話呢，唔會全部都係一啲2房即係大單位，全部都揀晒嘅。點樣咁做呢？當然啦，咁啊，今次係有個嘅即係所謂收購嘅價錢。咁啊，除咗話攞個錢之外呢，可以買即係按翻自己嘅一個意向買啲私人物業都得嘅，又或者可以用一個樓換樓嘅方式。不過呢，有個前提呢，就係呢個多除少補。如果係嗰個嘅收購價呢，咁足以去冚到呢個新嘅單位，咁當然係好啦。咁如果有剩錢嘅話呢，就俾翻呢個嘅即係業主。咁啊，剩低嘅話，可能相信可以俾到一啲單位嘅，譬如裝修啊，或者係啲嘅購買啲家私電器等等。如果嗰個嘅收購價唔足以買到個單位新單位嘅話呢，咁就需要係即係多除少補。補翻一啲嘅單位嘅一啲價錢嘅情況嚇，咁如果係譬如啟德一啲嘅大啲嘅單位嘅話呢，咁要收購價唔足以去俾晒嘅話呢，咁就要係喺業主方面呢，就要補翻個價錢。因為因應呢個嘅狀況嘅話呢，所以政府亦都喺唔同嘅屋苑裏邊咧講到呢，就會選取一啲唔同嘅單位嘅面積或者係價錢嘅情況，咁因應翻大家嘅負擔能力呢，可以去自願式去選購一啲嘅單位嘅。咁啊，前提方面呢，就唔係強迫一啲宏福苑嘅居民呢一定要買呢啲居屋綠置居嘅單位嘅。仲有一點咧想講一講呢，咁啊當然咧，而家目前都未知呢個銷售嘅計劃係點樣做法啦。究竟係會唔會將每一個屋苑呢，就設一啲嘅即係所謂嘅分佈嘅配額呢？譬如話當啟陽苑為例，有2房啊，有1房同埋開放式嘅話，會唔會都劃分咗呢啲嘅單位嘅戶型嘅配額？等佢入場嘅話咧，就去揀足咗嗰個配額之後咧，就要跳去1房。咁啊，呢個真係唔知嘅。還是好似一啲嘅目前嘅一啲房屋嘅計劃當中，一啲自選單位揀選咗一批嘅即係固定嘅單位，譬如話邊一座邊個單位嘅話拎出嚟去賣。咁啊，大家去按住呢個 list 上面去選擇嘅單位，都係暫時都未知嘅。特別都可以分析多少少咯噃。嗱，當一個啟陽苑個單位為例啦，750個單位度。咁啊，根據翻呢一個嘅我嘅分析或者係一個分佈啦，咁樣啟陽苑呢1840個單位，2房方面呢就360間，1房就800間嘅，咁啊開放式就680間。如果用呢個嘅即係按方式750個而係冇分即係大細啦，全部都揀晒啲大啲嘅話呢，咁當然啦，呢啲嘅2房就揀晒之餘，都揀咗一部分，即係或者可能去到一半嘅單位呢，屬於係啲1房添。
咁啊，餘下嘅話呢，如果係一啲嘅即係家庭嘅話呢，想選擇一啲一房都未必可以揀得到，都未定。咁加埋呢，今次都有4個嘅重建屋邨嘅居民，包括咗華富邨、彩虹邨、馬頭圍邨同埋西環邨呢，都係可以優先去揀樓添。咁啊，會唔會全部都冇晒㗎咁樣？咁如果按住頭先所講嗰個即係政府嘅説法嘅話呢，方方面面嘅單位都會有撥出嚟嘅話呢，應該就理論上呢，就未必全部都冇機會揀嘅。咁特別可能係其他屋苑朗豐苑啊、裕豐匯熙同埋呢個嘅映輝呢，都仍然有機會可以揀啲大啲嘅單位嘅。咁啊，呢個嘅啟德方面呢，就要視乎翻政府呢撥出一個750個當中呢點樣去撥法咯喎。無論邊個方式都好呢，應該都唔會全部呢就攞走晒一啲嘅大嘅單位嘅。咁留意翻啦，呢個嘅特設銷售計劃嘅話呢，應該就喺呢個9月份度呢，就會俾一啲宏福苑嘅居民呢去選擇單位。咁啊，2025嗰個計劃呢，就應該係今年嘅第4季，即係10至12月期間呢，就會係可以去揀樓。如果呢一批嘅特設銷售計劃嘅單位揀唔晒嘅話呢，有剩嘅話就撥翻去嗰個2025俾大家去選擇嘅單位嘅。所以而家呢一刻又已經講定咗好多大單位，全部都冇晒去揀呢，我覺得都係言之尚早嘅。咁啊，按翻政府嘅説法呢，方方面面嘅戶型都有的話，咁啊應該都要睇翻之後嗰個嘅安排情況呢，先至做結論呢，就比較即係更加貼近一啲嘅情況嚟嘅。咁啊，同大家介紹咗呢一個嘅宏福苑方面一啲去即係選擇樓換樓方面一啲嘅自己嘅分析同埋一啲嘅估計嘅情況啦。希望大家中意影片介紹咯噃，最後都宣傳下先嘅。希望大家訂閱我 channel 同埋分享影片出去。下次影片再見啦噃，拜拜。